當生活中出現咗問題嘅時候，心唔中意，要及時咁知道心唔中意。如果我哋唔能夠及時咁知道佢，心就會非常掙扎，我哋嘅禪定都會壞咗，而且仲揾唔到解決問題嘅方法。當生活中出現咗問題，心唔中意，及時咁知道唔中意，我哋個心就會保持中立。佢係會自己保持中立嘅。一旦心保持咗中立，我哋就可以運用覺性同智慧去解決生活中嘅問題。咁樣反而會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好咁樣解決到問題。我哋唔可以期待生活中會冇問題。每個人嘅生活都會遇到問題嘅，即使係佛陀喺某啲時段都會喺生活中遇到問題。例如出家弟子嘈交，佛陀出面制止都冇人聽，佛陀只好離開寺院，自己去到森林嗰度，同大象同馬騮一齊，都好過同嗰啲唔似樣嘅弟子共處。睇到嘛，連佛陀嘅生活有時候都會有問題，只不過佢冇苦，甚至佛陀佢都會病嘅，只不過佢冇苦，同我哋一樣會病，而且大便出血。因此，我哋嘅生活會出現問題係最正常不過噶啦。但係要呵護自己嘅心，唔好因此而悶悶不樂。心對於出現嘅狀況洋洋得意，要及時咁知道；心對於出現嘅狀況感到唔中意，要及時咁知道。一旦能夠及時咁知道，心就會保持中立。於是我哋就可以更加冷靜，更加有智慧，能夠比心散亂嘅人更加好咁樣解決生活中嘅問題啦。